来继续来到宜兰苏澳的圣爱里，因为风台加上东北季风，所以当地做大水，才半点钟的时间，大水就淹甲行卡马。居民讲，这个大水来得真紧，因未付收家伙，就先逃命了。结果一寡家电家具东倒西歪，搁砍一顶高的烂头，插门嘛拍袂开。看到家己的厝内安尼绿苍苍，民众是脑光啊甜。跑到脚踝的时候，我们就赶快跑了，整个都毁了啊！里面完全不能住了。对啊，真的还蛮。保掉性命，厝煞保袂掉。大雨落一天，几十年的厝30分钟拢总开起。这个门打不开了，这个门打不开。冰箱整个都倒了啊，全部都倒。而现在记者在的位置呢，是在苏澳镇圣爱里圣湖新村这一带，可以看到说，现在虽然水已经退去了，但是呢，满地都是泥泞哦，而且所以住户呢，就是先将已经报废的物品先一袋一袋清出来。大概30分钟，哇，就整个就有这么高，可以游泳可以。里面还是有些积淹水在里面的情况出现，这些打扫起来都是相当的辛苦，也要花费很多的时间。用车我很好来，这人叫做拢车落来，平常讲拢倒去，人倒落进去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个时候我们有水痕是有淹到了神明厅的后方，这边大概是我的胸口的位置，就可以知道说，当时水势是真的淹得蛮快的。天光水退啊，后面将头坎好咧小的清理才准备开始。厝的门口拢是烂土，当无用咧拼。厝内底的家具嘛拢互大水冲到东倒西歪，嘛拢是烂土。灶骹内底上盖坚强的冰箱嘛冻袂掉。苏澳镇圣爱里，昨大雨是落几天，路拢总变做溪水，早起才拢总退，车才会当行。半暝搁掉伫咧水里的轿车到早起，原来是袂顶袂当。面体头前的沙土水是真错漏，一透早水退啊，路才看会到。不过看袂透的是这条中建江远的路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